我哋人咧要學識兩個動作，一個係觀，一個係照。一個是照，照怎麼去理解？觀就係內觀我點樣先係開心愉悅嘅，外邊嘅嘢唔緊要，因為佢嗰啲事情咧，只不過影響咗我嘅內心啫。我自己如何賜良知去做我自己嘅事情，其他嘅嘢唔重要。照就係將我心裏邊內觀到嘅呢個愉悅嘅狀態放出去，就叫做照啦。即係我咁樣啦，我大家都睇過電影啦，係咪先？電影係點咧？從呢個膠卷裏邊放映出去，即係我嘅人生接落嚟咧，我要內觀咗咁樣做就好愉快啦。然之後如何去照咧？就係將我諗嘅嘢，同樣喺我生活度做。咁咧即係深啲就叫做觀照。簡啲嘅王陽明先生就係知行合一，知行合一。那我現在更能理解一個通俗的話，叫心照不宣。係，就是把你的心放出去，然後其實我也能夠理解到，不用太多的語言。冇錯啊，所以你已經明白了。所以我同你就係咁咯。我同你講，即係我一個眼神就明白。我點解一個眼神嚟明？因為我呢個眼神代表咗我心照咗啦。所以說兩個人互相明白，就是心照不宣。係啦，冇錯。